再来看台中有一个姓黄的嫌犯哦，想要靠大麻来趁钱，伊伫家己的厝邻高水被装种148丛的大麻，佮用1个5万块，讲半当哦，得当趁30万，招朋友入股，也毋过伫采收的进程，就互警方抓到了。警方真正来清点盆栽，成熟的大麻花已经准备进入采收的阶段，而且放大麻的地点也个不止这一位。这边还有啊，进来，你把窗帘打开。豪华别庄内底种满大麻，29岁黄姓嫌犯无固定收入，只另外一位黄姓朋友培育栽种大麻苗有利可图，竟然异想天开，决定种大麻创业，先以21.5万块买大麻苗甲设备，伫咧台中8吨、西屯等地大规模栽种，甚至还阁想要扩大事业版图，开出每1个5万块，投资半年就会使摕到30万利润的条件，邀说朋友入股。除向有人购得大麻苗外，并租赁独栋别墅，扩大栽种规模，以每股5万元投资半年即可分得30万获利等噱头，积极向友人游说募资。警方今年2月查到黄姓主嫌等3个人148丛大麻、858公克大麻花成品，粗估价值超过1000万块，及时主动毒品流入市面。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将3个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制作2级毒品罪嫌，恐惊面临上轻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会使并科1500万块以下罚金。记者台中报道。